继续来看这两件案件，拢是要来讨公道。先来看这个马来西亚24岁女学生来台湾读大学，遭性侵杀害。死者的家属伫马来西亚开记者会，公开总统蔡英文的道歉批。内容写着讲，因为阮的疏失，互恁失去着爱女，家属都提这做证据，委任台湾的律师要求国家赔偿，嘛强烈要求法院要甲凶手判死刑。也若无，就要透过马来西亚的司法程序，争取引渡罪犯。也毋过，台湾的律师认为，两国无邦交，要引渡罪犯真困难。我们希望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也是台湾司法界的最高的刑罚，也就是死刑。顶个月，一名马来西亚女大学生伫台湾不幸遇害，伊的家属认为，嫌犯应该就要判处死刑，甚至提出要引渡罪犯的要求。让大家居安思危，让这种残酷暴力的事件不会再发生在其他同学和其他人身上。不过，国内检察官已经咧侦办这个案件，台湾甲马来西亚嘛无引渡条约，强调无法照家属的心愿，所以因即马原来委任台湾的律师，无排除要对台湾的政府提出国家赔偿的诉讼。会看这个检察官他的起诉书的内容，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提起国赔。会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，是家属认为台湾警方有这案的嫌疑。区公所嘛伫司法了后，才咧受理路径，并且强调蔡总统原来承认，这是台湾的当局所合作性的。申请国赔的部分，我们是全力来配合协助。家属伫马来西亚委任的律师原来指出，即马大学生伊的同学咧斗找人的时阵，伫网络打出文章，学校竟然要求撤销文章，因怀疑这间大学原来有责任。担心歹徒会从各种管道去获得相关资讯，所以我们学校是配合警方。向迪卡版主正式申请，希望他撤文。即马宝贝查某囝不幸煞伫台湾遇害，家属即马大动作，要寻求法律的合作，为查某囝讨一个公道。